今集香港風水盤，鍾易禮師傅會帶我哋睇下喺旺角奶路臣街同花園街交界，人稱波鞋街嘅熱賣中新盤 Sky Park。Sky Park 咧係屬於波鞋街嘅重建項目，有商場同埋住宅嘅部分。如果以官方網站所得嘅資料咧，佢樓下有一個主要嘅入口，呢個入口咧就係開喺奶路臣街嗰邊㗎。我用羅庚嘅實地量度過咧，佢係屬於坐東北向西南為主㗎。亦都係屬於倒山倒向嘅線道。簡單啲講呢，即係屬於旺財旺丁嘅線道。嗱，雖然棟大廈呢而家仲係屬於一個流花期嘅階段，但係樓下嗰個基座嘅輪廓呢，大致上都可以睇得到噶啦。而且風水學上面嚟講呢，我哋好重視大門呢係咪開響一個好嘅位置嗰度噶。因為如果大門呢開得好嘅話呢，就等同於一個人個口咁樣啊，係一個好重要嘅納氣位嚟噶。所以納得好嘅氣嘅話呢，當然對成棟大廈嘅人嚟講都會有好處噶。另外，我記得咧之前喺其他嘅節目都講過噶啦。正所謂山管人丁，水管財祿，車路啊、行人路啊，同埋有流動性質嘅景物咧，風水上都係當水咁樣睇噶。所以如果水咧係同財祿有關嘅話咧，咁而家呢棟大廈咧就俾3條水路咁包圍住啦。大門咧開正喺2條水路嘅交匯嘅位置，亦即係奶路臣街同埋花園街嘅十字路口啊。咁樣咧當然可以做到佢納財嗰個效果啦。仲有呢個街口呢，日夜都係人來人往、車來車往咁樣嘅喎。加上 Sky Park 嘅設計呢，門口嘅位置呢有2條自動電梯不斷咁上落噶，就好似一個抽水井咁樣，將啲水不斷咁輸送，造成咗一個呢有來有往嘅格局啦。另外，我哋再睇下洗衣街轉入奶路臣街嗰一段啦。呢邊呢有大家熟悉嘅旺角中旅社，同埋麥花臣球場隔離嗰個過境巴士站啊，所以唔使講呢，人流同車流呢都係非常充足噶。不過當然對於一啲咧唔中意太旺或者唔中意太熱鬧嘅人嚟講呢，咁就冇咁理想啦。最後我哋再翻去花園街嗰一邊睇睇啦。呢一邊呢就係一排舊樓嚟㗎。呢排舊樓呢，就係好多玩音響嘅發燒友呢成日會去嘅 Hi-Fi 音響集中地。對於 Sky Park 嚟講呢，呢邊呢屬於正西位嚟㗎。而呢邊啲舊樓呢唔算太高啊，相信對 Sky Park 嘅較高層單位嚟講呢，影響唔算太大㗎。加上玄空飛星上呢邊係屬於一個以口舌生財嘅位置嚟㗎，所以對於向西呢邊單位嚟講呢，較為有利從事一啲常與人接觸或者做 sales 嘅人士㗎。